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予歹心、恶毒多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固收老麦气味。哇，这块老麦卤甲真筋骨，肥嫩啊肥嫩，气味一定足赞呢！啊！阿公，食较慢呢，无人会甲你相抢。台湾的猪肉料理足厉害，有肉酥、肉酥、烟肠、排骨酥、猪脚面线，足济足济。阿草，你讲遮济，不过咱也袂当食吧？对啦，是讲除了控肉饭以外，阁有卤肉饭、肉燥饭，这是差伫倒？像这种大地三层是控肉，一烟肥肉，一烟正肉。阁有足 Q 足 Q 的皮，另外，甲猪肉切做肉角去卤，甲卤汁搅伫饭顶悬。北部叫卤肉饭，南部叫肉燥饭。哎哟，不管是倒一种，拢足好食。咦，这是啥物怪味？我一定卤肉，调工见到猪这猪肉，佮用特殊的能力，甲卤汁变甲乌麻麻。人若食到面色反乌，腹肚甲滚哀哀叫。来，这是阿嬷祖传的老卤汁，你看这实地，我是开袂少时间去控的哦。哇，这控肉一定卤了有头。头家来一碗，我嘛买一碗，我嘛买。气味哪来那明显？应该就伫头前。恁看，迄两个面色反乌，敢若真无爽快。我的腹肚。恁有要紧无？是毋是食着无清气的物件？拄食去迄间铁厝遐食控肉饭了后，腹肚愈来愈疼。阮党阁是鸟车头家，阁互恁看破骹手，无想到人遮好骗，看起来乌索索嘛敢食。鸟车头家，你竟然用大家爱食的卤肉来害人！阿公，紧摕神奇食谱出来！利用料理来控制人，实在是足卑鄙的代志。这个好食的料理有听目的设计，好甜的芳腿，抓住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诚意加最甜。搁用光爷爷一招，我有我乌目镜，走啊！互你试看，什么是正港的老卤汁。啊，目睭足腥，不过真好食呢。鸟车头家的能力消失去啊！救援队主梅搅卤汁，分予受害的人食，大家豆豆啊恢复体力。正港的老卤汁会加中药甲赤沙，甘甜啊甘甜，足好食。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散拖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2集有小解的控肉饭、卤肉饭、肉燥饭，才会甲猪肉关系相关料理。这碗是阿光上爱的肉燥饭。阿光，你鼻看有芳无？足芳的吼！你等下才食啦。咱先来讲我相关的语词，提醒大家。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
乌妈妈，乌妈妈，这就是乌妈妈。阿公，乌蛇蛇，乌蛇蛇。阿公，你若生到乌蛇蛇，紧甲面切切咧。更爷爷，更爷爷，像安尼，就是更爷爷。猪肉伫台湾是足普遍的食材，常常看到的料理有控肉、卤肉、排骨酥、肉色、红肉、猪脚、烟肠、烧肉。有足侪无同的食法，而且南部甲北部的口味甲号名拢无同款哦。像即碗伫个南部叫做肉色饭，北部叫做卤肉饭。南部的口味普遍会较甜，因为南糖煮起来色水会较金骨，香肉就像即碗卤肉饭同款。香香香。艋舺内底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伫老汁内底变骹手，煞互变做乌妈妈，害人目肚痛。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找到，佮用神奇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公恁料理救援队的人来主动派人，要无好食的卤肉就去了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料理救援队。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